大家好，呢個影片咧會講2014年嘅 DSE 試題啦，數學第卷1第15題嘅。呢條題目咧係關於一個 log 嘅轉換啦，咁將 log 4同 log 8咧就變咗做一個 x 軸同 y 軸嘅。咁睇睇題目啦，咁個圖裏邊咧就顯示 log 4x 同埋 log 8y 之間嘅線性關係，然之後咧佢嘅斜率咧就係負1/3，水平軸嘅截距咧就係3，然之後咧請大家咧就將 x 同 y 之間關係咧以 y 等於 ax_k 次去表示。咁我哋會做啲咩咧？咁呢條題目咧其實因為有個 log 8同 log 4喺度咧，就令到你覺得好難啦。咁如果我哋轉翻做平時見開嘅 x 軸同 y 軸咧，咁會做咩咧？咁就係會寫成 y 減0 over x 減3等於負1/3，就一個普通嘅直線方程嘅題目咁樣做啦。咁因為我哋有一點係30，然之後斜率係負1/3，咁所以呢條線咧，如果喺普通嘅 x 軸 y 軸上面咧，我哋就可以得到呢個點斜式嘅方式去表達直線方程。咁但係問題係而家嘅題目咧就唔係 x 軸同 y 軸，而家嘅題目咧係 log 4x 啦，同埋 log 8y 咧係個軸嚟嘅。咁所以咧我哋需要做嘅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啫，將 y 咧變做 log 8y， 然之後 x 咧都變做 log 4x 啦。咁樣嘅時候咧就其實回應翻題目嘅圖像。咁跟住我哋做嘅嘢咧就係做一啲加減移項啦、乘除移項啦、log 嘅計算方法咁樣啦。咁所以下一個步驟咧，我就會將個分母 log 4x 減3咧調去右手邊。咁變咗而家呢個樣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下一步咧就會將個1/3咧負1/3咧將佢拆好咧乘入去啦。咁一邊係 log 8y 咧，一邊係 log 4x 啦。咁佢哋個底咧係唔同嘅，咁所以咧跟住要做嘅嘢咧就會用換底嘅公式，將佢哋咧都變做普通嘅 log 啦。咁所以咧左邊嘅 log 8y 就變咗 log y 除 log 8，然之後右邊嘅 log 4x 咧就會變咗做 log x 除 log 4。左手邊有個 log 8喺分母嘅，咁所以咧就成個調過去咧就做乘數啦。咁然之後都係一個基本嘅拆括號嘅步驟。咁呢度嘅寫法咧會有少少特別啦。咁我將佢咧就 log 8同 log 4咧就寫同一個分數，然之後個 log x 咧寫喺後邊咯，然之後1乘 log 8咧就寫最尾啦。好，點解要咁做咧？因為個 log 8同 log 4咧，其實有啲方法咧可以令佢簡化啦。咁我哋會將個8咧變做2嘅3次，然之後咧 log 個4咧就會變做2嘅2次。咁然之後咧就可以有辦法咧約走咗個 log 2啦。咁而家就未約得嘅，我哋要做多個步驟，將佢嘅指數啦，個2嘅指數咧都擺喺個 log 嘅前面。咁所以咧，你見到咧有好多嘢都可以約啦。log 2可以約啦，3都可以約啦。咁所以咧，右手邊就會簡化成1/2，然之後 log x 加 log 8啦。好啦，好多嘢都簡化咗之後咧，我哋就要諗啦，個 log 咧，我哋點樣可以令到佢消失？右手邊有2個 log 嘅，咁我哋咧就諗辦法咧，令到佢變成1個 log，咁就係將個-2變翻做 x 嘅次數。而家右手邊咧就變咗2個 log 嘅相加啦，咁所以咧2個 log 相加咧，我哋可以用翻咧就變翻乘法，變1個 log，然之後咧就8乘 x 嘅負2次。而家咧左手邊同右手邊都係得1個 log 啫，咁所以咧我哋個 log 咧就可以互相抵消啦，就變咗 y 等於8乘 x 嘅負1/2次啦。咁而家咧就
望翻個題目做到咁嘅樣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就已經達成咗題目嘅要求噶啦，因為做到咧係 y 等於 ax k 次啊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做到嘅嘢咧就係 y 等於8乘 x 嘅負2分之一次。題目嘅要求係 y 等於 ax 嘅 k 次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我哋係做到呢個 a 就係8啦，個 k 就係負2分1啦。咁呢條題目咧嘅步驟咧就有啲長咯。而家咧就俾大家睇一睇啦。好，影片去到呢度。